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后书。好，来，你帮我按。好，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好，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请翻开你们的圣经。来，请把你们圣经打开来。好，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弟兄呢念单数节，姐妹呢念双数节。好，来，弟兄准备好了没？好了。好，只有一个准备好。弟兄准备好了没？好了。哎，这边怎么没声音呢？弟兄准备好了没？好了哈。好，来，我们一起读哈。弟兄单数节姐妹双数节。来，弟兄开始，请。神的能。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来，11节，我们再一起整齐一点，整齐一点啊！来，1、2、3，所有人一起来，1、2、3，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就是耶稣基督的。好，太长了哈，所以后面都好。我们圣洁的生活呢，是教会在这一个月里面4周里面。我们所在进行的一个圣洁的生活、灵性的操练。那圣洁的生活呢？我们今天的用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里面这个副标题刮胡的，来念一次，来，请。有了又要加上。当我在看到这个题目、这个副标题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有了又要加上。我就在想到我们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我有了什么，然后我又要加上什么？你们有没有想到有种？我考了100分，我另外一科也要考100分，还是呢？我有了麦当劳，我又要什么东西？或者你们当中有人说，我又要有这个，我又要有那个，我要了这个，我又要那个。但这个通常是我们在欲望当中，我们都要想让自己更富有。比较年长一点的人，可能你们会骑了摩托车，你们可能以前说我有了脚踏车就好，可是当你年纪渐长，你就想说，那我又要有摩托车。等有摩托车之后呢，怎么样？我又要有汽车。有了汽车满足了吗？不满足，开始我要裕隆的，我有裕隆的，开始什么？我要有宾士的，我要有什么什么什么。有人刚刚讲说他要货车，可以载更多但是有了又要加上这个，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你会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基本的东西之下呢，我们会不断的一直加上一些东西，使我们成长。所以我们来看，我们这一周呢是圣洁的生活的最后一周，最后一讲，第4讲。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牧师在第1周就已经告诉我们，
在我们有了一个清洁的心思呢，我们就应该要有圣洁的生活，要表现出来。你内在的想法的东西，你内在的清洁，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行为上，你应该会表现出来那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在第一讲里面，在第一讲里面，牧师就告诉我们，在四个礼拜里面，我们的每一个礼拜，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呢的4个学习的目标呢是圣洁生活，它的根源、它的保证是什么？第2个礼拜呢是说如何能过着圣洁的生活。第3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说过圣洁生活的那个过程。那我们今天这个礼拜要说圣洁生活的一个完成，一个 ending 的一个完成。好，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第一讲里面讲说，我们要亲近上帝。亲近上帝呢，是我们一个很愿意，而且是一个主动性的一个表现。我们是要付出一个代价，还有付出行动的。上帝没有亏待我们，所以他的回应是什么？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他呢？就是用敬拜、读经、祷告、真实的心、清洁的全人来亲近上帝。来，我们一起把那个第2点那个白色的这几个字，敬拜、读经，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请敬拜、读经、祷告、真实的心、清洁的全人。这几个是为了要来亲近上帝，这让我们在过一个圣洁生活中的一个保证，而且它是一个根源、一个来源，使我们需要保持在这个正确的道上面，我们往前来走。所以敬拜、读经、祷告。这个是外显性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你自己可能也可以表现得出来。但是真实的心和清洁的全人，那是属于你内在的。你如何去保持你内在的这个部分，不受到外在的一些诱惑？好，那到第2讲里面呢，就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也应当要圣洁。所以圣洁的上帝呢，他的灵当然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称为圣灵。好，那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能过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过出来的一个圣洁的生活，会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有9种的一个呈现出来。它是一个果子，它是一个一体的。在9个不同的向度里面，它所会呈现出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9种的一个表现，只是它显现的多与少。我们一起把从这个刮胡里面仁爱开始，这9个果子，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请信实、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再读一遍好不好？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没有背下来？郑牧师在主日礼拜的时候，他是要大家背哦。来，我们来试试看。仁爱、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好，我们再看一遍，我们把它背下来。来，请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听起来9个好像很难背。如果你把3个拆开来看的时候，仁爱、喜乐、和平，这是上帝，是我们的神，他自己的属性，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属性。忍耐、恩慈、良善，这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之后，我们有在我们内在里面，我们所要去呈现出来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忍耐、恩慈、良善。最后，因为这样子，我们会让别人去看见，在我们身上有信实、温柔和节制的这几个果子。如果这样来讲的话，这是属于我们内在自己要操练的部分，我们就因此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上个礼拜十字架的道路里面，我们是靠着圣灵而得生的，我们靠着圣灵来行事，我们要顺从去体贴圣灵，所以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着耶稣去过那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的生活不是说马上你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圣洁的人，而是它是一个过程，它会有一段期间你会被磨练，你会遇到一些事情，
你才会成为才会渐渐的进入到那个圣洁的生活里面。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需要亲近上帝，我们需要满有圣灵，我们需要跟随耶稣。亲近上帝呢，是一个根源，是一个保证；满有圣灵呢，是一个力量的一个来源和智慧。我们要跟随耶稣，就是我们要牺牲，我们才能获得那永生的盼望。好，那在今天呢，这圣洁的生活第4讲呢，是修心养性。下午的时候，有个同工说：“怎么不是修身养性？怎么不是修身养？是修心养性？因为它是要圣洁的生活是由内在而发的，是由内在而发的。所以这个标题呢是修心养性，是有了要再去加上，是以在内在的。我们在地面上生活，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里面呢，我们在是否用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态度、一个心态呢，来完成、来结束这一天呢？我们可以思考看看。事实证明呢，圣洁的生活不是说我今天做了哪些，我就完成了一个目标，我们就取得了一个结果，我们就可以从此被称为什么？我们是圣洁的人。不是的，它是一个过程。圣洁呢，是需要每天不断的去成长进步。如果我们没有进步呢，维持在原本那个位置呢，我们可以说它好像是退步了。所以呢，在今天的彼得后书里面，我们在讲说，有了要再加上去，这是一个过程，不断添加上去的一个过程。我们得救呢，是本乎一个救恩。那个救恩呢，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这个相信不是说我们去努力的修行，或我们努力去做哪些事，我们就可以得救。那个是无法叫人得救的。成圣的道路呢，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呢。你要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着耶稣，然后去保持你内在灵性上、心理上去追求过那圣洁的生活。为何说我会说从内在呢？如果你心里你老是想着，我今天等一下结束之后，礼拜结束之后，我要回去 online， 我那个游戏还没有过关，那你就沉迷在那个里面，你有办法过着圣洁的生活吗？没有办法。如果你老是心里在想，我今天到了学校，可是我心里却在想，我下课后我要去做哪些事？我要去打球，我要去逛街，我要去哪里？我要跟同学一起去哪里？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你还在想着那些事，那你的学习就会产生问题。同样的，你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不是说刚刚的那些都不能想、不能做，而是你要在你每天要有一个时间，保持你的心思意念，要来追求上帝的话语，要来实践上帝的话语。所以，追求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过程，是每天不断的一直在进行的一个事情。所以，因此来看，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再来看一次。我们看绿色的这个字就好，从第5节，这里边说，有了信心怎样？要加上什么？有了德性，要加上什么？知识。好，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什么？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如果这些都加上了，第8节这样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怎样闲懒不结果子了。不结什么果子？刚请你们背的那9个果子。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我们这样照着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出那些仁爱、喜乐、和平这些9个果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呢，我们就只有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只有到了德性，我们只有到了知识，后面的东西呢，我们没有加上去，那我们呢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像眼睛盲了，我们看不见其他的东西，我们只有看到我们近的东西而已，我们看不见远的东西。好，那在这边经文就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呢？为什么？有人说，我这样今天每天这样过日子很好啊，我不需要再去追求生活圣洁的生活，我每天早上起床，可以赖床一下，
在床上现在天气又很舒服，可以多睡个10分钟，赖床一下，迟到一下没有关系。进了教室，已经过了10分钟了。然后呢，10分钟之后，你在上课中又恍惚，因为我还想睡觉。这样一天过下来，到了放学的时候，你又想说，我可以去哪里混一混，我再回家来做功课。回到家里呢，怎么样？电脑一打开，第一件事，电脑打开，又忘记了做功课，就搞到很晚。每天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好像没有一个目标？但是在我们圣洁生活里面呢，告诉我们，我们有个目标是怎样？追求什么？我们是要追求圣洁。来，跟你隔壁的讲一次，要追求圣洁。好，要追求圣洁呢，是因为上帝已经用他的神能，就是这段经文的第3节说，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因此呢，我们要依靠他的神所赐予的这些能力呢，来塑造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圣洁。我们要去追求一个信仰生活上的一个圣洁，因为你信仰生活上如果圣洁了，你平常的生活就会跟着改变了。好，我们已经呢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他的那个美德呢是一种圣洁，所以上帝的荣耀呢也是圣洁，所以我们必须去追求那样的一个圣洁。在这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敬虔的信仰生活来过一个圣洁的时候呢，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没有信仰，你可能会受到外在很多的诱惑，可能我刚刚提到的 online 的电动啊，甚至有人会上到什么色情网站啊、赌博网站啊，在的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因为上帝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这个应许就是什么？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因此，我们当然要追求一个圣洁，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的应许，是我们跟上帝有份。如此看来，我们要追求圣洁，是有了又要再加上。告诉你隔壁的说，有了又要再加上。有了要加上呢，是因为追求圣洁需要分外的殷勤。来，殷勤的意思就是怎样？你要努力，你要去做，你不可以懒惰，这就是殷勤。那殷勤呢，就是有了要再加上。分外殷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高的标准里面呢，是上帝所喜悦的。保罗所说的，不要以为你已经得着了，乃是要努力向着标杆直跑。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某个东西了，我就懈怠了。这常常往往怎样？在各位的你们的身上，有的人就会这样。我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不是读神学院，是我国中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功课也不错哦，你们相信吗？哦，这边的相信，这边的没回应。我是国中的时候功课不错哦，可是呢，我往往会怎样？第一次月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一学期有3次月考，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样？我最往往记得我第一次月，我印象非常深刻，每一个学期都是这样。我第一次月考一定考得很好，一定考得很好，一定是前5名的，然后就开始松懈，开始玩，那么简单嘛？有没有？每个学期一开始的课程都是最简单的，对不对？有没有？你们同不同意？同意。一开始的课程一定最简单。结果呢，第一次月考考完了，哇，考得不错啊！我们那时候有排名，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排名？应该是没了，然后比较少了。我们那时候有排名，所以分数一出来，大家一看，哇，好，很高兴。第2次月考呢，松懈了，我已经得到了嘛，我得到了我那个分数，我得到了我那个名次了，我就松懈了。然后第2次月考我就怎样，咻掉下来，掉多少？你们猜？我们那个时候我那个班大概有50个人，那前5名已经算是蛮前面的了，对不对？咻掉下来，掉到哪？我掉到20几，快30。哦，有人在偷笑可能你也有同样的状况啊？怎么办？没关系，我再努力看看好了，反正很简单嘛。好，第3次月考呢就怎样，咻又回去了。第3次月考考不错了吗？就很开心啊。可是我们就还有一个期末考。
期末考反正已经前面都已经会了嘛，很简单。期末考就多了那么一点点随便读一读就好。期末考就怎样？对，摔得更重，摔到多少？你们猜？没有啦，不是另外一种第一名啦，这都掉到30几以下。所以整个学期的平均下来呢，我是属于中间。那我的导师呢就很好奇，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那时候我不了解，但是看到这段经文呢，我明白了，因为我已经得到了，得到之后我就松懈了。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而是要努力的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所以呢，以人的有限和软弱来看呢，也可以是说，我们随时随地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你都要努力。而这个努力呢，不是去跟别人做比较。我刚刚举我的例子是我跟别人做比较，然而这边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努力，是因为我们依靠上帝。我们要跟谁来做比较？跟你自己在过去的那个时间点，跟你在昨天，跟你在前天，跟你在大前天，跟你在上个礼拜、上个月，你有没有进步？你有没有努力？好，那有了要再加上呢，保罗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里面这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是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怎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好，告诉你隔壁的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再讲，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谁的标杆？自己的吗？是上帝的标杆，是上帝给你定的。你自己要看到上帝给你的那个标杆，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也都不一样。所以因此圣洁是一种里程碑，它是一个过程，它是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断的让你往前迈进往前进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们看说彼得为我们树立了几个追求圣洁道路的这种里程碑。他告诉我们，你应该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他说，首先呢，圣洁的生活必须追求建立信心。告诉你隔壁的说，圣洁生活要追求建立信心。圣洁的生活要追求建立信心。为什么要有信心？如果你不相信神，如果你不相信一位神会带领你的时候，那你的道路其实就不是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如果今天比如说从我这里到门口，如果我不相信这是一条直路，我反而要绕到旁边走，那上帝会让我在这条路上的要应许给我的东西，我走那一条路会得到吗？应该是不会得到。虽然我的目的地相同，但是呢，我要有信心，我走这条路，看起来这条路很难走，看起来这条路好像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要有信心，因为在这条路上，我会得到上帝给我的应许和祝福。如果我自己选择那条路，看起来非常好走，但是呢，却无法得到上帝的应许，你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来建立你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圣洁的生活首先必须要建立信心。信心呢，就是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切的话，必须顺服遵行他的话语。所以如此看来，圣洁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你要有信心，是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要有信心，也同时你的生活才会来改变。信心的中心点是在神，不是在人，不是在隔壁的人，不是在你的家人，而是你要定睛在于神。不是说我相信我能怎样，而是要怎样相信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在前面的是如何能过圣洁的生活里面有说到，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参加敬拜等等的，那些都是从你内在信心而发的一些表现。有了信心呢，我们要怎么样加上什么？
德性。你有了信心，你要加上德性。这个德性呢，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道德行为，不是我们说啊，你这样不道德，你这样做的。这个道的德行呢，是勇敢而有效的活出上帝的性情，也就是上帝的本性。上帝已经让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里面，他跟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效的呢，勇敢的活出来。就是你遇到不公义、不正义、你看到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不是用道德标准来看它，因为在每一个社会里面，每一个国家里面的道德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的见面是怎样？亲脸颊、拥抱。可是在我们台湾行得通吗？你会觉得很奇怪。男生跟男生还好，男生跟女生如果不是才刚刚认识的，他可能会觉得很别扭。所以在不同的地方，那个道德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如何来判断这个道德标准、这个德行呢？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去看到上帝他的本性到底是什么。那有了德行呢，又要怎样？加上知识。来告诉你的隔壁，要加上知识。知识呢，会让我们明白了解你所相信的，还有你得到那个能力，你要如何来运用，而且是你对上帝会更加的认识而产生的一个知识。各位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你们工作职场里面，我们都会获取大量的资讯，或者是你在读的书里面。这都称为知识，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借由书籍、借由工作的经验，你所获取来的，全部都称为知识。那你得到了这些知识，你要如何来运用呢？有时候这些知识会潜移默化的在我们里面，你就会运用了。比如说，我们家的大儿子去年小学1年级，他要背99乘法表，你们现在都觉得很简单，对不对？简不简单？怎么没回应？看起来很难哦。那我来考试一下，7、8，好没有信心哦。5、4，怎么有人30呢？怎么这么没有信心？99乘法表不是应该内化在我们里面呢？好，那我简单一点好了，我们来加减乘除的加法好了。这种一个一个慢慢加上去的，比如说2加3。怎么有人说6呢？我好像有听到6。好，那我们进位，好，变那个10位数的，25加45，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在当时你在小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难？你一定会觉得很难。可是这个知识转化内在到你心里面，你很快就能算出来。你去商店买东西，你买了56块的东西，56块。你拿100块给他，店员要找你多少？好像都不太肯定呢。没关系，回去再多练习，表示你的知识还需要加强。这里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这个知识是需要不断的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内化进来，然后在这里面呢，有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明白上帝的话语。这就是我们所说，有了德行，要再加上知识，你才能去分辨判断这些所谓上帝带来的这些能力，和你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呢，在以赛亚书11章第9节里面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有了知识呢，怎样？又要加上什么？节制。因为你有了知识之后，有人往往怎样？无法节制。这个知识，你有了知识无法节制，往往会产生你会沉迷下去。比如说，你以前不知道怎么玩 online 线上游戏，可是你慢慢去研究，从书籍里面、从网站里面、从旁边的人跟你说，从崇恩的嘴里告诉你要玩哪一个游戏比较好玩。你就有知识，然后呢，你就沉迷下去了。
可是这个时候就需要节制来帮助我们。节制呢是一个自律，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有时候你掌握了这个知识，而不是让那个偏差的知识呢来掌握你。所以这边说有了节制，这个节制的这个能力呢，也是上帝所赏赐给你的，让你去学会怎么样来掌握这个运用这个知识，来活出圣灵那种自律和自治的生命。有了节制之后，又要加上忍耐。为什么还要加上忍耐？我就已经节制啊，节制就已经很困难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还随时随地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受到诱惑。一款游戏出来，又另外一款游戏又出来，一个东西新的产品出现，又过没多久又一个产品的出现。所以我们要忍耐，忍耐呢是勇敢的去承受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以及每一个遭遇，也就是圣灵的其中的一个属性。你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忍耐，你才能面对所有的挑战和试探。所以呢，耶稣说：“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看清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个是我们要学习忍耐的一个榜样。那有了忍耐呢，还要再加上什么？前进。这个前进呢，就是对于上帝的一个前进。所以呢，因此说，前进就是要敬畏上帝。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大诫命之中的那个爱上帝。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过去如何，他都爱我们。因此我们要回应上帝的爱呢，就是要来敬畏上帝。箴言说，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上帝你就蒙上帝赐福保守。所以呢，这个敬畏上帝，也就是我们要来爱上帝。有了前进呢，我们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上帝是爱，很清楚的说，上帝是爱，所以我们爱弟兄的那个心呢，是要活出一个上帝的本性，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也是遵行耶稣的命令。那有了爱弟兄的心呢，又要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如果你只单单爱一个人，那是不够的，你要爱所有的人。就像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所以呢，爱众人的心呢，是用上帝的爱来爱人，不是用你自己个人。爱呢，是圣洁最后的一个指标，因为保罗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也就是说，这个爱呢，能够将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德性、忍耐、节制，通通连结在一起。所以呢，这就是最后他说要爱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追求圣洁，它的果效呢，最后会呈现出来怎么样的一个果效呢？说我们有了，又要再加上，要如此殷勤的追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和生活中，一定会看见一些果效出来的。这些果效呢，第一个可以多结果子。多结哪些果子呢？记得吗？讲到这里再考一次。圣灵的九种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好，希望你们今天礼拜结束后出去呢，把这9个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就是刚刚在讲上帝的话语内化在你的心里，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知不觉你就能行出来。我们可以多结果子。在第8节说，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因为你认识了，你去做了，一个一个又你都去完成了，你都去达到了，我们就会结出这些果子来，而不至于好像眼睛瞎掉，看不见前面的道路，所以忘记了那个上帝一个赦免的一个恩典。忘记我们可以走在一个圣洁的道路上面。好，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睛瞎了，只能看见近处，忘记过去的罪已经得到洁净了。它的果效呢，也会让我们呢，因为我们所蒙的恩和拣选的坚定不移，使我们在信仰上永不失脚。因为你过着圣洁的生活，你所走的道路呢，不会怎样
走偏了，不会走到悬崖，你只会走在上帝所喜欢、所定义的那个他的旨意的道路上面。所以他说：“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呢，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无论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的时候，我们永远就不会偏离，会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会使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里面。但是我们常说，我好像有软弱，我有时候会想要偷懒一下。那是你要明白知道，我们人本身就会软弱，传道我也常常会软弱。我刚刚在讲说，早上赖个床，我也会。我说我现在好像应该去做某件事，我会找个理由说我待会再做。但是这样的软弱，在乎于你有没有马上去反省，去察觉到这样是不好的。你有没有马上去看见你应该在做怎样的一个改变？好，所以结论来说，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渴慕那成为真正圣洁的国民。圣洁两个字听起来有人说很 holy， 好像很崇高，好像做不到。但是事实上，它不是要你立即马上变成。我想在这个世上，从历史里面看过来，没有一个人立即马上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他们都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经过历史的时间的潮流，我们往历史的轨迹里面去看到，我们发觉这个人他是一个圣洁的人，因为从他的生活，从他的言行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德雷莎修女，在我认为她就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模范，让我们去看到他在这世上所做的一些事。所以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圣洁，其实最终的就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乃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如果你觉得我很软弱，那你需要找一个属灵伙伴来提醒你。你需要找一个人跟你一起来读经、祷告，走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们同才之间可以彼此互相鼓励。你可以两个人，你们约定好，我每天的什么时间，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的电话非常的方便，就用短短的5分钟、10分钟，你们一起读一段圣经，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这就是在生活中，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伙伴来提醒你自己，同时你也是提醒自己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需要亲近上帝。因为亲近上帝是我们可以取得那个根源和保证。我们需要满有圣灵，我们要有圣灵的力量和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跟随他，我们必须要牺牲一些事情，学习效法耶稣的牺牲，我们呢才能得到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呢，追求圣灵呢，需要分外的殷勤，也就是有了要再加上。它是一个永无止境，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面呢，你需要不断的一起去追寻的一种修心养性的功课。虽然是一个无止境的努力，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会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真正的爱，有一个很好的操练，最后呢，会带来祝福。也就是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永远的国度里面。愿神呢祝福所有愿意怎样分外殷勤的人，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灵性操练的圣洁生活这几周里面呢，牧师一再的要我们去回想今天这个圣洁的生活这个信息里面，有了要再加上。你有了什么，你要再加上什么，它是一个一个阶段。在这个每一个阶段里面呢，从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这个每一个阶段里面呢，你要怎么做？就是你要采取的行动是什么？你预计什么时候开始采取这些行动？
然后你要在这个行动里面，你觉得自己会软弱的时候，你要恳求上帝赏赐怎么样的恩典给你们。我们就从读经好了。读经，我们可能说啊，每天都没时间，我学校功课的书都读不完，我工作上面的事情也很多，每天要加班，我回到家就很累了。那你如何要在这个世上来分别出来，求上帝给你够用的时间？你要怎么做，你就把它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回应。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做？你要做的时段是在什么时候？你要求上帝来如何帮助你？所以在问题思考里面呢，说让你在这个圣洁生活，在过去这几周里面呢，让你印象深刻最深的是什么？在过去那几个星期，可能有很多你还没有完成，你有想到，可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不是未来这个星期而已，是你在未来的人生里面，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什么？在8个圣洁的品格当中，你觉得你有哪一项已经具备，稍微具备了，还是还没有？你可以说跟上帝祈求，帮助你去完成你所具备的。要如何来操练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灵性的操练，看起来好像很难。在牧师的在我们在教会的这几周里面，我们的灵命操练里面，看起来在我们生活中好像有很多可能做不到。传道在这边也承认，有很多我也是做不到。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来扶持。当我在跟各位分享的时候，其实我的脑筋就在想，我讲的这个我好像还没有做到呢。节制、忍耐，不要生气。其实在我的身上，我还在学习当中。我会生气，因为我的小孩太调皮了，我就有时候就不自主的就是生气了。我要节制的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应该要做的哪些事？我要忍耐，我要忍耐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要如何去判断，来协助我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在圣洁生活里面，不是说我们立即就马上就完成，而是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学习，是你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你见主耶稣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交账，你那个时候才能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哪些。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一位都要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我应该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生活不是用道德标准来判定，乃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在教会所排定的4个礼拜圣洁的生活里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有该学习的。过圣洁的生活是要从上帝那边而来的。你能保证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生活最重要的一个依据，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要有圣灵的充满。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知道了过圣洁生活，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马上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求主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能够时时刻刻完成上帝你所交代的事情。在今天修心养性这个功课里面，让我明白，我们是要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来追求这样的圣洁的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单只是相信而已，我们不单单只是有一个德性而已，我们不单单只是有一个知识，不单单只有节制，不单单只有忍耐，不是只有敬虔，不是只有爱，而是要一步一步的将这8样把它完成。我们知道这是有困难的，求主加添力量赐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是什么。虽然我们在座的会觉得自己还年轻，但是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你何时再来，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到底完成了这些没有。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
亲近你，相信你，不叫人小看我们年轻，因为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将主你的荣耀给呈现出来，让那些还未认识你、看见你的人，了解明白上帝那奇妙的作为。是的，主，你的手扶持着我们，你想赏赐所有的福分。愿你看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